今日我哋嘅嘉賓係阿 Louis， 佢係不曾遠去的硝煙嘅版主啊 ，Louis 你好。係，大家好。另外就係 Justin 啦，佢亦都係不曾遠去的硝煙嘅版嘅美國組組長阿 Justin 你好。早晨。係講翻正題啦。嗱，美軍同以軍係點樣斬首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米尼？咁勁嘅，點解佢哋？其實仲要好快添，係嘛？係啊。Louis 講先嚟，不如。而家咧，其實個情況咧就係咁樣嘅。details 我哋未能夠去揾到所有嘅evidence， 但係目前咧根據而家美國公布嘅消息咧，就係佢哋鎖定咗28號咧，就係哈梅內伊就係同佢哋嘅軍政領導層開會啦。咁所以佢哋一次過咧就係有差唔多40個人坐埋一齊咁嚟去傾個 issue 啦。咁就係喺哈米尼本身嘅官邸裏邊。咁喺呢個時候咧，以色列就把握咗呢個主動嘅時機，咁就先發制人咁攻擊。咁到最後咧，而家第一日即係淨係講緊參戰首日咧，以色列同美國加埋一齊嘅打擊目標次數已經超過咗1400個。咁呢個係咩概念咧？咁我哋去諗翻下，如果當初烏克蘭戰爭裏邊，即係講緊4年啦打咗，其實咧成個俄羅斯試過一次最高嘅一個紀錄，都係唔超過1000架次嘅1000架嘅目標去打擊烏克蘭。咁你就見到其實美軍同以色列咧幾乎係喺斬首之後傾巢而出。咁所以呢個就係點解特朗普會咁快宣布，譬如講成個伊朗海軍已經係被即時咁殲滅啦，而且係佢嘅唔單止佢 HQ 啦，而係佢每一隻嘅戰艦都係被擊沉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差距。咁如果我哋去回想翻其他一啲戰爭嘅一啲比例嚟去討論啦，譬如講今次嘅戰爭嘅烈度雖然係仍然冇超過91年海灣戰爭啦，因為海灣戰爭講緊最高架次嘅出擊次數係2500架次。咁今次咧即係最多嘅目標打擊架次打擊數量都係1005個目標啦。咁雖然當然出擊架次shot time 同打擊目標數量係唔能夠混為一談啦，咁但係都可以側面睇到就係今次其實個烈度係冇咁高嘅。但係本身咧，如果大家仲記得係之前美軍喺上年嘅行動啦，同埋以色列喺在前年嘅行動咧，其實基本上已經重創咗成個伊朗革命衛隊同佢嘅伊朗部隊。基本上以色列打擊完一輪之後咧，同埋同伊朗開拖完一輪之後咧，伊朗已經將佢自己國內庫存嘅2500粒導彈打差唔多，同埋加埋佢嘅導彈車都係被獵殺得差唔多。所以而家個情況就係美國同伊朗嘅部隊交戰嘅時候，可以出現一個景象咧，就係美軍嘅無人機例如話 MQ9 咁樣係可以大條絲樣出現喺伊朗城市嘅上空嘅。咁甚至係佢哋都已經全然唔擔心，就算係有短程嘅防空導彈，例如話肩光式嘅 Manpad 會打佢哋落嚟。即係呢個就係基本上可以見到就係個戰爭戰況已經係一面倒。咁而美國不停咁透過切香腸式嘅做法，其實已經將伊朗嘅部隊係削弱到幾乎冇咩能力。咁當然伊朗幾乎亦都係喺今次嘅行動裏邊 all in 咗佢哋所有家底啦。所以亦都係點解我哋會見到美國中央司令部最近會公布一個消息，就係有大概係3個美軍係陣亡，咁有5個係重傷。咁呢個我諗而家係 so far 伊朗能夠斬獲嘅最大戰果。基本上成個伊朗嘅抵抗或者佢嘅軍事實力都已經係好似魚板上嘅肉咁樣，係冇反抗能力。兩點我想提出嘅就係第一就係我感覺就係你頭先講完之後，我感覺就係其實亦都同以軍早前打真主黨嘅手段都好似，又係等晒真主黨啲高層喺晒同一個地方開會，然後一嘢過炸晒佢。呢個第一點。咁第二點就係咧，就係我聽講其實以色列最先宣布哈米尼係喪生嘅。而 which is 以軍聽講其實係現場有人係證實嗰條係哈米尼條屍，然之後以軍先至宣布咁樣喎。其實就係話我諗其實喺某程度上亦都顯示咗伊朗軍隊
被滲透嘅情況都相當之嚴重，係咪啊？啊 ，Justin， 其實就唔可以咁睇嘅。你點講好咧？無論係即係你塞個人入伊朗去影相又好，定係點都好咧，其實係唔需要滲透軍隊係做到嘅。咁亦都可以睇翻即係對照翻啦。美國喺打本拉登以前，其實係有派過人落地去做偵察。咁你話係咪滲透咗巴基斯坦軍方咧？其實就冇呢樣嘢嘅。咁調翻轉頭，你亦都冇需要為咗淨係去影張相而滲透一個軍隊。咁佢哋有冇滲透呢個軍隊，其實就見仁見智啦。咁但係冇話因為佢有呢張相就可以證明到佢係滲透咗呢個軍隊嘅。咁調翻轉頭咧，其實即係會唔會有可能其實就係用空拍或者用 satellite something like that， 會唔會咧？冇啊，就算你係揾個以色列人走入去伊朗裏邊咧，都未必係代表伊朗軍隊俾人滲透。係，因為你走過去，其實有好多正牌嘅，即係有啲 cover story， 譬如話我係一個 tourist， 或者我係過嚟做學者，一大堆嘢，係有啲 justification 係唔需要滲透到一個軍隊就已經可以做到。就好似當初美國去派人去即係收集本拉登情報嘅時候，喺巴基斯坦派啲人過去，其實都冇滲透過巴基斯坦軍隊噶嘛。係中情局直接懟個人過去，即係對個 compa 摸清楚之後，就開拖嘅事情嚟嘅啫。所以變相其實就冇話因為有人落地影相，所以就證明俾人滲透咯。呢個就我覺得扯得太遠。OK， 另一個問題就係你頭先講到本拉登嘅事，本拉登嗰次擊殺美軍係出動特種部隊去打嘅。嗱，當然委內瑞拉都係，但係今次打哈米尼冇出動，直接用導彈打嘅啫。其實老實講句，呢個亦顯示咗美軍喺呢方面嗰個打擊能力其實去到一個乜嘢嘅地步咧？其實因為其實成個攻擊亦都相當之快啦。我哋成日都咁講嘛嚇，星期五收市之後就即刻開打，咁就星期一開市之前就已經解決晒所有問題㗎啦。其實係嘛？咁其實就兩點嘅。係第一點就係咧，因為今次呢個即係打哈梅內伊嘅呢一紮咁嘅 strike，其實係以色列主導，係啦，美軍係過嚟幫手嘅啫。咁你知以色列同伊朗幾近㗎啦？我記得好似有即係個空域基本上係黐埋一齊嘅。咁你射個導彈過去，其實就唔會話侵犯到其他國家空域，係啦。咁變咗就冇咗好多地緣政治上嘅壓力。譬如話我哋美國射個飛彈落委內瑞拉，我哋係咪要經過墨西哥一大堆即係加勒比海其他國家空域？咁樣就會出現一大堆嘅國際地緣政治上嘅外交壓力啦。咁變咗喺個咁短嘅即係好似以色列同伊朗咁短嘅距離下面，其實就冇呢個擔心，係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咧，我即係好似你咁講，同以色列上一次打哈馬斯嗰啲 leadership 都係一樣，都係即係等佢哋聚埋一齊，然後一炮炸落去。其實呢個係正正係反映咗以色列佢哋慣用嘅伎倆，都係會等待一個大好時機就去出擊，而唔會好似即係特朗普咁樣。我應該話美國慣常就係即係 piecemeal 咁去做呢啲嘢。咁當然啦，係好係壞，其實就視乎國家自己需要嘅啫。係咯，譬如話今次委內瑞拉，美國係需要個總統係需要佢在生去接受審判嘅。咁所以咪會派個特種部隊去捉人咯。佢哋係啦，去巴基斯坦，我係要佢死嘅，但係我又唔可以俾人執到佢條屍，我要自己即係收嚟處理，然後又唔可以俾周邊國家即係話你打導彈即係侵犯我領空，即係有呢啲外交壓力嘅，咁你咪又係派特種部隊去擊殺咯。咁以色列係呢兩種嘅 situation 都冇，佢淨係想要哈梅尼死。咁個情況下面，你既然知佢地方，你既然有人喺地面同佢 confirm 啦，咁咪一炮炸過去咯。30支導彈聽講係係啊。
咁你要 confirm 佢死啊，咁你要佢即係死透啊嘛，咁啊梗係炸晒落去啦。吓，唔係淨係佢死透，仲有好多人死透啊 actually 係。係啊，吓，冚家富貴要。你好明啊，咁所以咁嘅情況下面，佢哋做嘅嘢會反而比即係派個特種部隊落地面係更加低風險，因為你派特種部隊落去，你好似聽下近期講嗰個 Medal of Honor 160個 pilot， 其實佢但凡喺嗰個時候，即係俾人射爛咗隻腳之後，佢但凡做錯少少嘢咧，成個 mission 都 compromise 嘅。係啊，冇錯。呢種咁嘅行動其實係最 high risk。咁調翻轉頭，你打導彈落去，其實你即係冇殺到佢嘅，你咪嘥咗導彈咁解啫嘛。即係個 risk 反而係呢種情況係最低嘅。係啦。